Merry Christmas！ 今日同大家分享啟業邨公屋裝修設計案例，單位實用面積251尺，溫馨聖誕裝飾氛圍，全屋以實用設計為主，2張床，3人居住空間。一起睇下進門視覺，整體空間係原木色為主。進門右手邊做咗個3尺單人床加吊櫃，連埋單人床就係書台舉工作區域，再連埋就係電視牆櫃。之後進門左手邊就係用木板間嘅主人房。睇下內部空間，房間內係4尺油壓床，靠實心牆就做吊櫃衣櫃。間房嘅牆記得做翻氣窗，房門就做隱藏式吊趟門，省空間。回到客廳，進門嘅單人床同書台都有很多儲物空間。之後電視牆就全部做到頂，搭配玻璃櫃開放格設計，整面牆一體式設計，骨骨子子，超多儲物空間。再過嚟客餐廳離邊，溫馨聖誕氣氛佈置，可以擺到雙人梳化同埋4人位餐桌。再睇下廁所，廁所空間細就簡單翻新，做買個鏡櫃就 OK 啦。廁所門就做 PD 門更實用。最後睇下廚房，廚房用嘅玻璃趟門做間隔，唔會遮擋客廳光線。房內就正常做 L 型櫥櫃加吊櫃，仲有洗衣機同雪櫃嘅位置。如果需要更多收納空間，都可以做櫃包住。OK， 整體設計就係咁樣啦。大家有需要裝修定製家私，歡迎 PM 我免費報價。